我们同心祷告。耶稣的爱是奉献，是真爱的流露。主耶稣，你的爱是牺牲，是完全的付出。感谢主，你先用你的爱来爱我们，好叫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爱。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主你的圣会里面，可以重新再一次的领受，好叫我们可以回想起那起初的爱，可以坚持要用这样子的爱来彼此相爱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最近父亲节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庆祝父亲节，请爸爸去吃大餐。我就想到，我父亲常常他在生前最常做的一件事，他最喜欢的其中一件事是看历史剧。他很喜欢看历史剧，每次有时候回到家，他都在看历史剧，我都在旁边陪他一起看。其中有一部戏，我想大家应该也很耳熟能详，就是根据罗贯中的名著《三国演义》所编写的，它可能叫做《三国演义》，它也可能叫做《赤壁之战》或者是赤壁等等，就是翻拍，就是这部名著翻拍成各样的电视剧这样子。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呢，有两个角色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，一个是东吴的武官周瑜，还有一个是刘备的文官诸葛亮。周瑜跟诸葛亮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，但是却在赤壁之战中，在这个小说里面，在赤壁之战中，他们这两个国家怎样合作，要攻打抵抗曹操。那周瑜跟诸葛亮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，他们两个其实都非常有才情、有才干的，可是周瑜他却不知不觉地燃起他对诸葛亮嫉妒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情。他开始嫉妒诸葛亮的长才，然后在合作的过程当中，又开始在那边跟他这样子明争暗斗。他很想把诸葛亮比下去，甚至于要取他的性命。可是因为诸葛亮略胜一筹，周瑜他的一些部署始终没有办法让他如愿。一直到周瑜他就很郁郁寡欢了，就不准了。郁郁寡欢，然后呢，他就觉得他自己少年不得志，然后就心理生病了，所以他的身体也支撑不了然后呢，他就其实很年轻，他就死了。在他死之前呢，他说了一句名言，就是既生瑜何生亮，大家很清楚。这句话成为一句经典一直沿用到我们，一直到现在。我们还常常会形容两个恩赐才干非常的相当，但是却又不得不在一起共事的情况下，他们又彼此暗中较劲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呢，就叫做余量情节余量情节。周瑜始终自己觉得自己一命输人，受不了死，伊心中迄个嫉妒。亲像火，安尼烧伊的心，足闷的、足忧闷的，就要引起。原本因两个实在会当英雄是英雄周瑜跟诸葛亮实在是让英雄是英雄，成做一个知己，却最后变成因爱生恨。这种因爱生恨的这种情愫，其实这样子的例子，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看到。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对信歌对临时讲耶稣的疼，对拄则师会咧读圣经的时阵，拢咧讲基督的疼，咱就爱彼此相疼。是安怎咧疼？这么多疼的这个中间，今仔日的经文却用一个咧这种因爱生恨的这个例子呢？今天的经文段落提到一个名字。叫做该问，一想到该问，咱拢知影，伊是因为嫉妒伊的小弟，安怎将伊的小弟来开始的一个乡土。这个该问就亲像周瑜该问就亲像周瑜，伊想要互人看中，伊无想要输，伊想要互大家看见，伊想要证明家己所做的是有价值的。
想要进人家的，所以伊就真正嫉妒到一个地步，伊挡袂了，伊就将伊的小弟杀死。该本伫圣经内面，伊是打猎的，伊是算讲武官阿别，伊的小弟阿别是正常的，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文官。其实这两兄弟两人若是会当好好来配合，一定是一个真好、很好的一个组合，伊一定会完成真侪美好的代志。不过伫该本的当中，伊无法度拥护阿别的存在，伊失落家己的身份，失落家己的价值，硬是要伊硬是要将两个无共款的人放伫同一个天平内底来比较。伊毋知影人行事拢有伊的时，有通好的时，有无通好的时。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。该阮因为嫉妒，伊规个心安尼透袂开，伊陷落伫罪恶的内面。为什么说嫉妒会陷落在一个罪恶的深渊呢？其实，当我们在嫉妒一个人的时候，背后的意义就是其实是在否定自己。当我们会嫉妒一个人的同时，其实是一直在告诉自己：我不好，我不够，我很差。那当我们一直在否定自己的同时，也在否定谁？否定造我们的主，我们也在否定上帝。所以在嫉妒的相时，其实咱已经陷落伫迄个黑暗的深渊啊。歹人若是伫好人的中间，就会特别显出伊的歹；黑暗若是伫咧光明中，特别会显出伊实在是足黑暗的，特别明显。该阮伊无法度拥护家己所做的，无受到上帝的重视。其实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拢看做是好，上帝看到咱每一个人。不过，亲像该阮即种想要赢过别人的即种的心。定定互咱会失去上帝的同在，说使咱定定咧比地位、比背景、比学历、比收入、比咱的影响力。如果咱失去对上帝敬畏，失去对上帝的信心，咱就有可能就亲像周瑜、亲像该阮安尼，拥护家己内心的迄个嫉妒，拥护家己内心的迄个。